哦，你看这个储水，这个叫鬼针草了。你看成熟了以后，你看那个种子，哦，你看这个种子是衣服一沾到都会留在那个衣服上，然后带走，就是有传播种子的功能。你看那个蝴蝶都还有，蝴蝶会飞过来这个采蜜。哇，可以看高速公车耶，赞！你看，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、田间道路，哦，你看，乡下的县省县乡道，那田间道路看到蝴蝶，产业道路看到车，田里面的田埂道路，有看到蝴蝶，哦，你看到谷收割以后，你看稻田。景观。